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当年这段时间拢是婴儿大量生团的季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燕，读伊加片音燕第三条。读燕这是读白音，燕是一款鸟啊，种类百款，细细只，真高飞，尾溜笔车，亲像加刀形。啊，若是较只片是乌色，腹肚是白色，咱讲燕啊。另外，这个文音读做燕，会当讲是燕啊，或者是燕啊做的收。像讲燕窝，咱就读文音。高雄有一个燕巢区，啊，若是菜燕，就是石花菜，或者是瓜仔树抽出来加这个物件，会当用来做布丁，也就是咱讲的鸡卵冻，或者是羊羹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燕啊，包括各种燕科的鸟啊。第二个词读做燕窝，就是燕啊用喙烂做的收，内底有加质、蛋白质，也佫有糖。汉语认为讲这是高级的补品，介绍贵三三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燕啊是一款热天的大鸟，当年春天热天会伫咱台湾西团，会找所在来起收。若是有燕啊做收的所在，代表是好彩头。也毋过嘛有人会摕燕窝来做中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燕，这是文音；另外白音读做燕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